好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樂善好施嘅頻道。幾日冇見，好忙好忙。一陣間有啲重大事情要宣佈啊，講俾大家知。而家先講翻呢幾日發生嘅事先啦。今日啱啱發牌小組咧，就夏季嘅騎師啊、練馬師啊咁樣。其實都冇乜大嘅驚喜。夏季啊，金城江啊地騎半季啦。另外湯寶新就冇續牌啦。應該下季就翻布里斯本度再騎翻，留低奧爾文，康寶新係翻去做王啦。呢個騎師老實講，威水史唔多，但係實而不華咯，我覺得。但係騎功就普普通通啦，即係 OK 啦。所以多謝佢啦，都係嗰句啦。至於今季嘅奧爾文嚟咗啦，你問我呢個騎師，我覺得 OK 嗰度嚟嘅時候都，睇下下季個進展如何啦。呢排發生嘅事都好多啦。大班餅店執咗笠啦，繼先前嘅海皇粥店啊，而家輪到嚟㗎啦，基本上。以前香港就話有顏色之分啦，而家你問我覺得嘅真係黑色嘅，只有黑色，冇其他顏色，死寂一片。真係沉到不得了，所有各行各業都係好差，包括我做嘅珠寶行業啦、餐飲行業啦、運輸行業啦，呢啲哪怕超級市場行業都係好差好差。鋪頭啊十室九空啦，都係嗰句。包括我在內，所以頭先我話啲重要事情宣佈呢，我就今日為止，今日起至到7月15號。因為實際上入會嘅人都好少喎，講老實講，因為而家經濟好差。而家今日至到7月15號嘅優惠，呢個係一次性嘅啫。同大家講講啦。無論你65歲以上又好，以下又好，一律至到7月15號之前就係6000蚊入會可以入會。抵過你嗰啲500蚊10次啊嗰啲咁樣，你長久入我會嘅。我都係想優惠下啲俾啲會員，入咗會嗰啲嘅，仲高少少6800嗰啲呢。同老實講，我一定會有啲優惠俾翻大家嘅。呢個夏季再同大家傾，同大家講。暫時今日開始至到7月15號，6000蚊，無論幾多歲都係一個價錢入會，至到夏季嘅煞科。而家入咗會呢，煞科日之後嘅海外賽事都已經包埋㗎啦。至於我哋500蚊10次嗰啲嘅，其實煞科之前嘅係唔包嘅，唔係煞科之前係唔計嘅，煞科之後嘅咪照計咯。總之500蚊10次就係咁簡單。希望大家爭取呢個優惠啦，6000蚊全季夏季，即係而家開始到夏季，包括海外賽事全季6000蚊。多謝大家捧場，多謝大家。呢個優惠呢，就係因為老千而設嘅，因為老千先有咗，俾個特別優惠大家。咁嘅情況啦。至於聽日嘅跑黃昏馬，聽日嘅講聽日啲心水先啦。我中意嘅馬呢，其實好多場嘅。我先揀中意第3場6號嘅君子傳承，上次都跑咗上嚟啦，上2次都跑得唔錯。今次潘頓攞嚟騎，馬應該就好高嘅。次選我就中意係3號共享富裕。3選就中意1號嘅快路。第4選呢，就中意隻2號愛心神區，中意6123。呢場馬嘅選擇。另外中意第9場。第9場中意就係嘉應晉升14號嘅銳1號嘅唐不甩，同埋2號嘅同心同樂1、2、3、14。希望呢兩場令到大家幫到大家啦。都係嗰句，支持我嘅入咗會有11場嘅心水俾大家。覺得我幫到你嘅咪支持下咯，就係咁簡單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至於而家嘅經濟真係差到冇人有，再講多次啊！如果我知道咁差嘅，我手術唔做啦。真係多錢
都補唔翻啊！寧願真係漚一排，希望好翻好過。唉，唔識點講。總之而家市道係真係差到咧，前所未有咁差。其實你睇啲街上邊你就知㗎啦，十室九空，烏天黑地，冇一個行業係好嘅，基本上噏得出都係差嘅。咁所以嗱，我做嗰個優惠俾大家，6000蚊至到下季嘅季尾，連埋包括海外賽事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多謝大家捧場。至於我嘅入會熱線，都係嗰句啦，61686218，只收信息咁樣咯，好冇？咁啊，有興趣嘅就可以 WhatsApp 我。多謝大家嘅捧場。咁至於聽日嘅馬嘅，希望大家可以揾到食啦。至於聽晚有星期日應該係咁講，係呢個6月29號越洋轉播賽事，法國嘅聖格盧大賽同埋愛爾蘭嘅打比大賽。咁啊，到時我入咗個會嘅，我會有 tips 俾大家。多謝大家嘅捧場，多謝晒。咁唔阻大家啦，最緊要嗱攞 tips 嘅講晒啦。咁啊，希望聽日揾到食，大家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多謝你哋，拜拜。